醫院管理局創新求變，積極配合市民嘅需求，建構可持續發展嘅公營醫療服務。人才係醫療服務發展嘅動力。今年嘅得獎者嚟自唔同嘅職系，開展更多智慧醫院項目，提升病人嘅體驗，改善運作嘅流程，對我哋嘅醫療體系付出咗卓越嘅貢獻。今年我哋好榮幸有14位優秀青年、7位傑出員工同埋6隊傑出團隊獲獎。佢哋迎合未來嘅服務需求同埋護理模式嘅發展，將創新科技應用到臨床，造福更多病人。呢啲成就離不開所有同事嘅共同努力。期望大家再接再厲，攜手為香港市民提供最優質嘅醫療服務。今年我哋好高興收到94份提名，充分體現咗大家對活動嘅熱烈支持。遴選委員會係根據候選人或者團隊嘅貢獻進行遴選，準則涵蓋以人為先、專業為本、敬業樂業同埋群策群力。而優秀青年獎更加需要擁有成為倡導者嘅特質，能夠激勵團隊創新，注入活力。恭喜晒！Rico 咧，其實喺業餘嘅時間啦，參與咗好多放射治療嘅科研啦，激勵咗好多我哋新進嘅放射治療師啦，就參與呢個科研啦，同埋咧推動咗好多嘅放射治療咧嘅計劃。其實自己有個少少嘅心願嘅，就係希望可以將自己嘅部門啦、自己醫院個名咧帶到去一個世界嘅舞台度。喺過往嘅 research 生涯入邊，都贏到少少獎項、少少嘅鼓勵。其中最重要嘅就係我有幸喺上年4月份加入一個擁有過百年歷史、殿堂級嘅科研組織——史巴斯科學研究榮譽學會。呢個學會每年會邀請一批被組織評定為對世界有一定影響力嘅人加入組織。我好榮幸成為全香港史上第一位，亦係唯一一位放射治療師得到呢個殊榮。Rico 啊，你喺科研啦，同埋呢一個放射治療服務嘅熱誠嘅付出，係真係會影響周圍嘅人㗎。希望你繼續你嘅熱誠，製造一個更加美好嘅工作環境，同埋我哋嘅服務嘅質素。好啊，最近我一定會嘅，多謝你。醫生阿 May 咧係一個好多元嘅人才嚟嘅，咁咧佢而家處理臨床嘅工作都已經游刃有餘，但係佢冇停低腳步咯。咁佢咧就積極咁樣參與同埋創新一啲嘅模擬訓練嘅課程啦。咁致力咧係幫助我哋即係新嘅同事、醫生嘅同事、護士嘅同事，去咧盡快適應 ICU 嘅工作環境。除咗模擬訓練之外咧，咁我都積極發展唔同嘅醫學科研啦。我嘅研究嘅特別興趣咧就係關於感染方面嘅。咁就喺2017年咧，我哋同理工大學嘅一項研究咧，就發現咗有一隻超級細菌咧喺內地盛行嘅。咁其實喺香港咧亦都逐漸普及㗎啦。而家都攞緊啲唔同嘅數據啦，咁就希望可以分析啦，同埋可以壓止呢一隻超級細菌喺香港嘅醫院入邊嘅傳播咯。咁呢一份研究咧亦都刊登咗喺《刺針》入邊嘅期刊。咁喺2021咧同埋2024年咧，我哋嘅團隊咧都獲得咗香港醫學雜誌頒發嘅最佳學術嘅大獎，亦都係我哋對我哋嘅團隊嘅一個鼓舞嚟嘅。我哋恭喜晒！腸嘅手術、膀胱嘅手術或者食道嘅手術咧，做完之後咧都可能有做口嘅，要照顧嘅時間就會多啲嘅。我哋團隊都非常之細心，如果病人有啲咩唔舒服啊，佢哋都會特定咁樣咧，慢慢幫佢哋根治嘅。我想大家護理個技術做得精準啲，所以我就訓練超聲波呢個技術應用喺傷口同埋造口上邊。肉芽都會引致到會有滲血流血，可以用縫線結紮，希望佢自己能夠脫落。呢個都係好創新嘅方法嚟嘅。微小嘅黏膜嘅缺損問題，其實用肉眼好難去分辨到出嚟究竟係乜嘢。我哋做咗一個熒光嘅檢查，可以睇到一個造口黏膜上嘅問題發生，可以更加有效地俾咗一個正確嘅處理方法，令到有黏膜滲血嘅問題大大咁樣減少。我哋好重視團隊合作，護理之前我哋都會開會，清晰去分析下每個人嘅任務啦，咁緊密咁樣配合，令到啲病人嘅護理會更加好。
承傳係好緊要嘅。除咗我哋自己團隊嘅人識多啲之外，希望可以俾其他外面嘅人都一齊分享我哋呢個成果，一齊為護理做到更好。